最近我同朋友同埋家人就討論翻選舉嘅結果啦，就係好多人同我講，我頭三個選擇咧就好認真排嘅，但係之後就隨便填就算啦。嗱，如果你頭三個選擇已經包括咗你選區裏邊票數最高嗰兩位候選人咧，亦即係所謂嘅兩黨優先候選人就冇問題嘅。英文叫 Two Party Preferred 或者 Two Candidate Preferred，簡稱 2PP 或者 TPP。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你其他數字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可能你又會問啦，邊個先係 TPP 候選人呢？呢個就視乎你整個選區投票結果而決定嘅，即係票數最高嗰兩位。以往就係工黨或者自由黨嘅候選人啦，但係依家咧就越嚟越多係投獨立候選人，又或者係小黨派嘅，所以情況已經唔同咗啦。今屆選舉咧就出現多咗三黨競爭嘅情況，而 Cowell 選區就更加係有四黨競爭，而家勝負仲未分㗎。點票仲需要多少少時間，所以最重點嘅就係，如果你頭三個選擇唔包括 2PP 候選人呢，就當選情好接近嘅時候呢，你排尾二或者最後嘅候選人反而可能會決定最終嘅結果嘅。舉個例啊，澳洲總理 Anthony Albanese 嘅選區，佢首輪嘅票數已經高達53.7%，超過50%，所以根本唔需要睇之後嘅編號，首輪嘅票數已經直接決定咗個結果。但係喺墨爾本選區就完全唔同晒啦，綠黨領袖 Adam Bandt 輸咗俾工黨嘅 Sarah Whitty。我當時亦都做咗點票嘅監察員，見到7個候選人嘅競爭，其實有好多選民係將 Sarah 排第6， Adam 排第7，亦即係話討厭 Adam 多一啲啲，而成為呢個選舉嘅關鍵因素。相比喺2010年 Adam 贏嘅情況咧，就當時其實工黨嘅首輪票數係多一啲嘅，但係其實其他嘅偏好就多數係流向 Adam， 而當時佢係贏咗呢個選舉嘅。而家澳洲選舉越嚟越複雜，所以票嘅流向非常之重要嘅。喺澳洲選舉受人歡迎固之然好啦，但係最緊要嘅係唔好咁多人討厭你。